5個理由跟大航去金青大環線，一次遊盡3大湖。第一，香港直航敦煌，時間靚仔，唔使捱眼瞓，輕鬆到達目的地。第二，大航特別體驗，滿足你嘅旅遊新鮮感。嘉峪關贈送每位貴賓通關文牒1份，1秒回到古代。特別安排鳴沙山沙丘騎駱駝體驗同滑沙體驗 ，VIP 車遊七彩丹霞。我哋比常規嘅團隊遊覽更多景點，例如臥虎峽、七彩澳河、萬象土林谷等等。遊覽莫高窟，我哋包環保車遊覽數字展示中心、球幕電影同埋8個實體洞庫，呢個市場罕見做到㗎，仲會欣賞到季節限定嘅祈年油菜花添。第三，大航特別貼心安排，到達機場有敦煌飛天美女迎賓，贈送敦煌文創禮物。第四，全程包景點門票，小交通不設自費景點，零購物零自費啊！第五，香港領隊隨團出發，當地粵語導遊陪同講解，指定景點包埋團隊航拍添，幫大家留低美好回憶啊！快啲報名大航假期，我哋一齊暢遊金青大環線啦！